車官價117萬嘅寶馬 i750 專享50幾萬嘅二手車，十分之好賣。如果淨係數配置表上嘅功能呢，你同呢啲20零萬嘅一眾國產電雞對比，冇咩特別出彩嘅嘢。拍呢條片之前，我都喺度諗乜嘢叫做高端電動車呢？首先應該唔係貴就得啦，我哋兩架蘇7 Ultra 都好貴嘅，大家都係50幾萬，點解呢啲俾人感覺就係高檔啲嘅呢？首先尺寸啦，5米幾長，超過100度嘅大電池 ，i7 嘅50都係後驅單電機嘅，101度電池續航，官方係過600公里嘅，實際我哋賣咗咁多部呢，啲車主話都係500多啲啦。咁除咗呢隻 logo 之外，仲有咩嘢去支撐佢百幾萬嘅身價呢？專享同領先應該點樣揀？好多玩二手 i7 嘅人會糾結呢樣嘢，佢哋新車係相差咗22萬，但係二手車係差10萬蚊都唔到，睇起身差唔多，外觀內飾實際差幾遠呢？一張凳有4個區別，材質佢係 Merino 真皮嘅，可以調嘅項目你會見到單獨有一個腿托啦。兩邊嘅側翼可以收緊嘅，張凳嘅上半部分可以單獨調角度嘅，背後仲有個叫做舒享旅行套裝，其實就係有得俾你插嚟充電，同埋可以加裝個外接嘅娛樂屏。但係專享版已經係標配咗呢一隻超大尺寸嘅大魚屏㗎啦，咁仲有多個座椅通風，後排都有嘅。我就認為豪華車呢，一定係黑頂比淺頂更加高檔嘅。咁仲有呢啲橡木紋理嘅飾板啦，包括個頭枕側邊都係嘅。咁車機係有5G 模塊嘅，咁你可以用嚟睇愛奇藝啦。呢一隻更加閃嘅水晶款嘅日行燈，領先都係冇嘅。咁呢嚿會更加特別，因為佢係豪華套裝嘅外觀，所以前保險槓下邊呢條導落更加之長，即係拎嘅款式都同啲 M 唔一樣。仲有正話呢隻方向盤係2輻式嘅，同埋方向盤左邊會少個 Boost 嘅撥片，即係差嗰個10秒嘅超級運動模式。仲有專享係多 L2 級嘅駕駛輔助嘅，好似連車內嘅防盜報警系統都唔同。佢隻倒車鏡上邊會多一嚿咁嘅傳感器，足16樣嘅配置區別。二手嘅差價唔到10萬蚊，而家我有3架現車，豪華運動2種外觀都有。呢個為例，24年上牌，4900公里，57萬5，顏色都比較難得。正經嘅黑色，買二手 i7 應該要知道嘅嘢，我講得夠清楚未呢？唔夠，私信我。